上集讲到，安德鲁原来是混入公寓内的连环杀人魔，眼镜男联合住户们协助安德鲁，成功闯进新春家，重伤班长，并挟持了小女孩。以贤和新春赶到，安德鲁持枪带走了小女孩，随后让住户们都去健身房集合。公寓代表并不在意其他人的死活，只关心能不能拿到物资。短发女和律师妻子听到动静也赶了过来。公寓代表担心他被他哥哥感染了，短发女气愤哥哥一直很小心，从未发作过，伤口也一直没有变化。公寓代表便让他们也去健身房集合。班长身中数刀，血流不止。新春帮班长处理伤口，以贤直面血液，只能拼命抑制自己的欲望。以贤拿出对讲机告知韩警官班长受伤了，让他准备好医疗队。但是小女孩现在被挟持了，贸然进来担心会有危险。他已经猜到了新春体内有抗体，让韩警官按他说的去做，新春才能平安出去。安德鲁让律师男照顾小女孩，自己走进屋内。以贤已经认出了他就是正在被通缉的杀人犯，当时他杀害了真正的严菊珍，顶替了他的身份进入公寓，甚至还杀害了保洁大妈。而当时眼镜男早就看到了安德鲁在处理保洁大妈的尸体，为了保命还给他提供了藏尸地点，教导他如何伪造尸体的伤口，让人误以为是感染者杀人。随后更是和公寓代表达成合作，打算利用安德鲁除掉新春一行人。新春询问安德鲁是怎么进入口罩男家中的，原来他当时谎称新春受伤了，找他拿急救药物，他就毫不犹豫地开门了，随后逼迫他写下纸条，将他残忍杀害。眼镜男还送上石灰，帮助他成功掩盖血腥味。安德鲁持枪带以贤夫妇到健身房，将从以贤身上搜出的对讲机扔给公寓代表，他尝试与外界联系，不料韩警官直接切断了信号。新春警告他们，外界已经知晓了他们在这里做的事情，之后都会受到相应的惩罚。公寓代表认为现在生存才是最重要的，命令以贤夫妇去打开紧急电源。新春让短发女和律师妻子离开这里，拜托他们照顾小女孩。班长担心自己也被感染了，拜托律师男带走小女孩。小女孩看到了桌上的武器，偷偷藏进了背包里。律师妻子看着冷血的丈夫十分失望，小女孩想带着班长一同离开，但是她伤势过重，没有办法行走，只能拜托律师妻子先护送小女孩离开。黄毛自告奋勇，和以贤夫妇一同去往地下室。原来他只是因为无处可去，想回到自己的车上。两人来到电力室，打开了紧急电源，公寓内的电力都恢复了。发电机运作声响太大，担心会引来感染者，两人只能尽快离开。前方突然出现一大群感染者，两人夺命狂奔跑到门境内，感染者们不停撞击着玻璃门。以贤猜到安德鲁会蹲守在电梯口，所以打算从隔壁栋进入，再从天台绕过去营救班长和小女孩。黄毛回到车上，车子却怎么也发动不起来，感染者们瞬间包围了他，不停撞击着车身。眼镜男让安德鲁等以贤夫妇一回来就立即解决他们。公寓代表让他在事件结束后就离开公寓，并且叮嘱全部的事情都是他一人所为，他们并不知情。电梯内，以贤告知了新春，他的体内发现了抗体。韩警官带走小女孩只是借口，目的其实是想要带走她。电梯门一打开，一众感染者们都扑了上来，以贤用身体阻挡他们靠近新春。新春也终于发现了以贤的伤口，在电梯门关闭的最后一刻将他拉了进来。以贤向新春道歉，他隐瞒了感染的事，让新春不要靠近他，一看到他就会心跳加速，口渴难忍。新春说他也是因为喜欢他，抱住以贤眼里满是心疼。中尉向韩警官汇报，公寓内的紧急电源被打开了，韩警官让他解除停车场的封闭，等新春出来再封锁，告知他以贤也被感染了，如果威胁到新春的安全就将他击毙。两人来到15楼天台，收银员帮他们打开了门。公寓代表和眼镜男正在瓜分以贤家里的物资，眼镜男走进屋内，用枕头狠狠地捂住了班长，但并没有将他杀害，随后在屋内寻找着药物。长发女还是没有找到密码，趁眼镜男在看电脑时，拿起高尔夫球杆狠狠地砸向了他。律师妻子让丈夫去楼下拿物资，趁他离开拔下了门锁的电池，将他隔绝在屋外。他已经彻底厌倦了这个男人。新春和以贤分头行动，新春制服了律师男，接回了小女孩。以贤将公寓代表锁在了卫生间，带着班长和新春会合。律师妻子拔下婚戒扔给了丈夫，一起坐电梯离开了。安德鲁迟迟等不到人，也察觉到了异常，准备前往天台。清洁男突然从后背袭击他，两人一番搏斗，清洁男肩膀被插了一刀，奄奄一息。新春一行人来到了天台，带着收银员一同准备离开。安德鲁来到了这里，持枪冲着新春，以贤扔出一个烟雾弹，护送着他们离开。新春看到以贤的血迹，才知道他刚刚中枪了。以贤将门锁上，说和新春在一起，他真的很幸福，很抱歉不能和他一起离开了。安德鲁朝门内开枪，新春只能躲避，看着伤势过重的班长，只好先带着他们离开。以贤假意将钥匙递给他，随后扔出了天台。以贤想到了初遇新春的时候也是在天台，天气也是一样的好，对他的爱意也是一样。安德鲁拿枪对着以贤，看着他的背影又觉得没意思，他杀人的乐趣就是看着那人最后临死的表情。不料以贤突然发作，疯狂啃咬他的脖颈。律师男被妻子抛弃了，所以来找长发女，却看到倒地的眼镜男。长发女解释眼镜男是高血压昏倒了，
让他帮自己破解密码。眼镜男醒来，拼命往嘴里塞着药物，长发女再次将他击倒，两人一同研究密码。公寓代表将门砸开一个洞逃了出来，拿着棒球棍准备前去天台。新春一行人成功驾车离开，感染者们追赶着他们。新春开出停车场，士兵们持枪包围了他们。新春举起手走出车内巷，韩警官讨要手枪，想要去救出以贤。韩警官直接给他注射一剂麻醉剂，见他还是清醒的状态，又补了一针。新春迷迷糊糊看到外面一片和谐的景象，并没有像韩警官之前说的那般危险。韩警官将以前拜托班长带出来的手机交给新春，带他来到妻子的病床前。虽然暂时已经控制住了，但他还需要再次注射抗体才能痊愈。新春什么都愿意给他，只要他帮助他回到公寓。新春打开相册，看着以前录制的视频，他并不是因为房子才和新春结婚的，只是想要和他待在一起，想等到大家一起安全离开后，再好好的对他说一句我爱你。新春看着视频泣不成声。本集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新春能否成功救出以贤，我们下集不见不散。